楚离墨，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好像是我跟你说的吧？没有啊，你真没准备？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楚离墨，你胆大妄为，竟敢接近冷统领，令姬姐姐伤心难过。姬统领才不会这样想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蝴蝶，别跟他废话，动手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要干嘛？哎，还想跑啊？你不是会迷惑冷统领吗？我今天就把你这双会迷惑人的眼睛给缝上。我跟冷公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个丫鬟而已。冷公子这3个字也是你叫的吗？我们都只敢叫他冷统领。哎，蝴蝶，快点！还是你来缝吧，我来帮你按住他。快点缝吧！还是你来吧。蝴蝶姑娘，其实海棠姑娘不愿意动手，是因为她不想承担责任。她觉得自己作为神捕，如果被诸葛大人知道她欺负府里的一个丫鬟，到时候神捕当不成，说不定还要蹲大牢呢。海棠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。不过蝴蝶姑娘，其实你也不吃亏啊，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不是吗？虽然大家都是好姐妹，可是摊上性命的事情，谁也不想担责任啊，对吧？嗨，蝴蝶，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？那你没有这么想吗？我怎么可能这么想呢？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他刚刚说你明明就是这么想的嘛，枉我把你当成好姐妹，真是看错你了。你这样对得起姬姐姐吗？当然了，我回去就跟姬姐姐告状。告状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？我怎么样了？我怎么样了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哪种人了？你竟然敢推我！我推你怎么了？我今天还教训你呢。你来呀你！你怎么教训我？来呀！来就来，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还推我你？没完了是不是？哎，我打你！这人怎么这样？给我住手！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不是说我打不死的人？我打你，还教训我！没想到这2个人还真的打起来了。无情公子，无情公子，无情公子。无情公子平时滴酒不沾，今天却喝得不省人事，想必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。无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缕。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哎呦，你也太重了吧！如云，嗯，如云，哎呦，吓死了！如烟是谁啊？
在哪儿？如烟，如烟，如烟。 新娘子出事儿了，快来人呐！新娘子出事儿了，快来人呐！如烟，如烟，如烟，无情公子的心上人就是他。既然那么相爱，为什么？你干嘛？我谁让你拿我的东西的？如烟，你在哪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随便乱动你的东西。我现在立刻帮你放回去。别碰我的东西！你现在马上给我出去！走啊！哎，如烟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 林墨，你不要难过，她只是心情不好。南宫姑娘的忌日刚过，我没有怪她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乱弄她东西惹她生气。可是，南宫如烟到底是谁啊？如烟曾是无情的恋人，他们彼此深爱，海誓山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要嫁给达官贵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他在过门那一天，自杀在花轿里面。啊！自杀？他的死，永远是无情的痛。哦，那你快回去陪他吧，我没事，我自己走走就好了。好。文老。 文老，春童有个事找你。哦，温老，请看。乌香药膏，统领大人想怎么用？当然是药力越猛越好，这样才能满足用药的人的。
温无常从我们六扇门手里溜走，最后还得乖乖的回到我们六扇门受死。六扇门办案这么多年，他竟然敢在我们眼皮底下玩障眼法。大家听好了，给我搜遍京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就是刨地3尺，也要把温无常给我挖出来。是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让开，让开！你在这里吵吵闹闹，大人不头疼才怪，还不退下？是。大人，您这头疼我能治。你能治啊？陈彤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办案可以，治头疼可不行。我这病找遍了各种方子都不管用，有大夫说得切开脑袋。你说这切开脑袋，人还能活吗？大人，您的病确实有办法治，药我都给您带来了。您看，大人，这药又叫乌香药膏，取其色泽和香味的名字，是从暹罗国得来的。我大明朝物力富饶，找遍2京13省司都找不到治我头疼的药。小小一个暹罗国的药能有什么用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大人，这药很是贵重，区区数两，要费100斤。哦，暹罗国的国王都是用它来治头疼的。哦，这倒是头一次听说。哎，大人，行不行？你只需要一试。要是不行，春童啊，再为您找别的药。大人，您觉得这药怎么样啊？果然是神药啊！头不疼了，我好像看到皇上了。皇上好像在说，要嘉奖咱们六扇门。大人，只要您这病能好起来，这药啊，我每日必供不缺。春童，到时候我定不会亏待于你的。谢大人。啊，大人，您要不要再来一点儿？嗯，好。是。姬统领，诸葛大人。我想让楚立墨加入到你们仙鹤司内，跟着你们一块儿办案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？办案过程危机重重，楚立墨不会武功，我担心他当捕快会有危险。就是因为有你在，我才敢把他交给你。你在神侯府可是女捕快之中的最高统领，我相信你能带好他。可是，当捕快需要通过考试，楚立墨完全没有经过训练，贸然当捕快，对他、对仙鹤司、对神侯府都不利。楚立墨他有着特殊的能力，我就是希望借着他的这种特殊能力，加入在你们仙鹤司内，为神侯府破案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。属下明白。李默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编入在仙鹤司，跟着姬统领一块儿办案吧。是。李默，欢迎你加入仙鹤司。谢谢姬统领。大家都是自己人了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对，来了仙鹤司，就如同一家人。我们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谢谢。李默，其实上一次你救了冷大哥，我一直很感激你。没想到诸葛大人安排你来仙鹤司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你，教导你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捕快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找我。是，姬统领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杜鹃，带黎墨去领取仙鹤司的衣服吧。是。谢谢姬统领。
想不到诸葛大人对他这么好，竟然亲自栽培他。小丫鬟也能当神捕了，我看以后路边的猫呀、狗呀都可以来当神捕了。蝴蝶、海棠，楚离墨既然已经加入我们仙鹤司，就是我们仙鹤司的姐妹。不管她有没有通过考试训练，她都是我们仙鹤司的一份子。谁要是敢对楚离墨出言不逊，就是跟我姬瑶花作对。你们明白了吗？还有，楚离墨对冷大哥的狼毒有帮助，对冷大哥好的人，我都会对他好。林墨，叶儿，我找你半天了。你前2天不是说要把这个赶紧绣好吗？算了，送你吧，我用不上了。嗯？怎么了？我得罪了这绣品的主人。你和无情公子吵架啦？怪不得昨天下雨，你被淋成那个样子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你应该让他知道你的心意。你怎么端着仙鹤司的衣服啊？哎，诸葛大人啊，让我到仙鹤司去做女捕快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恭喜你！哎，无情公子啊，我们林墨就要成女捕快了。林墨，恭喜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。无情公子，这是林墨绣的，不过还没绣完，他说要送给你。哎，你别，这是送给我的。嗯。林墨，昨天的事是我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，那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绣品我就预定了，等你绣成之后再送给我。好。还有，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记得来找我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双喜临门呐！去。不过无情公子这个人啊，人品真好。明明是我先碰到他的伤心处的，却是他先来向我道歉。是挺好的。那这个不送给我了？哎，不送了。现在啊，他有主人了。切！冷公子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我马上去做饭。站住！怎么了？从今以后，洗衣做饭的事情就不用你做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还是感激我，想用这种方式补偿我，嘴还挺硬的。真的没关系啊，我马上去做饭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烦啊？我说不用你做就不用你做了。不做这些，怎么算丫鬟呢？我先把东西放下。哎，这仙鹤司的衣服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丫鬟的活我还是会做的。诸葛大人。师叔，冷血，我已经把楚离墨调进仙鹤司了。可是楚离墨他不会武功，这样会不会很危险？这我知道，就算你们会武功，也不见得是安全的嘛。况且楚离墨他会读心术，或许在你们日后办案中会有所帮助呢。
只要他勤加练习。师叔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呀，就帮我好好的照顾他就行了，啊。亲爱的铁手哥哥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不是留了银子给你，让你回家了吗？那只是你一厢情愿。听我劝，回去吧。你已经签了字，我们有了盟约，所以我是跟定你了。你跟着我是不会幸福的。只要你对我好，就会有幸福。你跟着我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现在没有好结果，等成亲了就有好结果了。成亲？你会不会太妄想？这哪是妄想？我就告诉你，我跟定你了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哎，总之我告诉你，你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我只会连累你，真的。我们有了盟约，本来就应该同甘共苦，就算被你连累，我也愿意，无怨无悔。凡是跟在我身边的人，个个都没有好结果，通通都去了西天。在你身边的人都是坏人，上了西天岂不是更好？可是我身边的好人和亲人，也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。你是故意骗我的吧？我是天煞克星，我父母被我克死，就连我妹妹也难逃劫数。算命的人说我是孤星托世，我注定一生孤独。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孤独。你在我身边，早晚被我克死。我真的是为你好，才叫你别跟着我。铁手哥哥，别再说了。为保你长命，也让我积点阴德，你最好离我越远越好。依依，你没事吧？你看你跟着我，连天上都无缘无故掉下花盆。我就说我是天煞克星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就算你是天煞克星，地狱阎王，就算我被花盆砸到，我也愿意跟着你。喂，看看我的眼。你的眼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正烦着呢。你看不到，我在眼红。你眼红什么？眼红整天有个姑娘跟着你，不离不弃，艳福无边呢。什么叫艳福无边啊？我愁都愁死了，怎么样才能把她甩掉？能有个姑娘整天跟着你，你还想把她甩掉？哎，那个林依依整天没事吃饱撑着，老是跟着我，躲都躲不掉。你是说风凉话吧？我是认真的。哎，真命，你不是情场高手吗？不如你教教我，怎么样才能把他甩掉？此话当真？你我兄弟多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只要能甩掉他，我肯定烧乳猪，准备3生，上香还愿，我酬谢神恩。要想甩掉他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哎。你有什么好计策？你也知道我了，我堪称情场高手，要应付女人，我当然最拿手。快说。女人的死穴就是妒忌。你看那个春萍和那个楚离墨，像仇人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春萍姐去对付林依？错，春萍姐跟林依依无仇无怨，怎么会对付她呀？笨蛋！哎，我是铁手，感情的事情本来就不太懂嘛。哎，我看你这个头跟你这个铁没什么两样。笨蛋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女人的死穴就是妒忌。当林依依看到你身边有女伴，她首先是吃醋，然后是发火，继而翻脸，最后一拍两散。哎，有道理。早说我在行了。不对呀，你让我去哪里找女伴啊？包在我身上，哎，不止一个，越多越好。真的？真的。好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嗯。好好好。喂，你说这招管用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啊。铁手哥哥，追命哥哥，怎么有空来约我喝酒啊？哎，不是你一个人哦，还约了好多人呢。
好多人。说的没错，他常来这里的，在这里还有很多的老相好。老相好？对啊，我对这里很熟的。铁手哥哥，哎呦，好想你啊！哎呦，好可想你啊！好想你啊！这么久没来，你都瘦了。是啊，你瘦了。你要更帅了。来嘛，这马上我来接你。那你帮他拿人家。哎，小二上菜。来，铁手哥哥，这个让我喂你吧。来，吃菜，来，再来一口啊！哎，你姑娘，就算要喂，你也要排队啊。排队？好，我排队。就算我排到最后，我也不会介意。来，快吃啊！铁手哥哥，让点啊！吃点。难道他身边这么多女人，你也不介意吗？再吃点是我的。铁手哥哥是4大名捕之一，他气度非凡，英俊潇洒，身边有那么多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像我呢，也是为他慕名而来。难道你半点醋意都没有吗？有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独揽铁手哥。他有喜欢的女人在身边，我一定会尊重他的想法。只要他心中有我，那就足够了。铁手哥哥，我来喂你。等一下，你排最后。那我这样子就是最后了吧？你是哪儿来的呀？什么妒忌是女人的死穴？什么先吃醋继而发火，然后翻脸，最后放弃，结果一拍两散，是不是你说的？这个，哎，那个林依依不但没有走，还死跟着我，要我陪她漫步街头。轻一点好不好？很痛的。她现在这样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看，他心甘情愿排队排最后，我看呢，他痴心一片，绝不会放弃，注定跟你一世的。不会吧？我是情场高手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什么破主意啊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你错了，我倒觉得有点用。有什么用啊？最起码，你知道他心甘情愿排队排最后吗？喂！祝你好运。哎，对。喂，干嘛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专程在这里等你的。你在这儿等我？不可能，肯定是在等你的铁手哥哥。哎，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理想对象了呢？你放心，像你这种油嘴滑舌、满口谎言的人，不是我的理想对象。你也放心，像你这么好的身材，又这么的漂亮，一定是人见人爱了。喂，你这个人说谎会不会说得太过分啊？我想那些骚味十足的美女都是你给铁手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你一手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那些美女呢，都是铁手哥哥的相好，每一个都爱得如痴如醉，对他疯狂到死啊！喂，你这个人说谎说的有点夸张哦。铁手哥哥为人那么忠厚老实，怎么会钻进女人堆呢？你把我当做3岁小孩那么好骗啊？就算你不相信，我也看不出来你的智商有多高啊！你这个人真的是又缺德又讨厌。铁手有你这个朋友，简直就是人间灾难。喂，我警告你不要人身攻击！我跟你说，铁手哥哥有我这个朋友在他身边，给他斩妖除魔、消灾消难，他不知道多有福气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是妖魔鬼怪啊？哎，看来你的智商也不低。哎，追命哥哥，我在这里等了你那么久，你这样就要走啊？你要干嘛呀？我在这里等你，我当然是有目的的了。你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，你走吧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会烦你。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铁手哥哥他喜欢什么颜色呢？喜欢吃什么？如果要成亲的话，他想要生男孩还是女孩？还有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喂，我问了你那么多问题，你怎么一个都不回答我呢？你这个人太没礼貌了吧！我跟你说，如果铁手哥哥知道我把这些消息出卖给了你，他一定会杀掉我的。我现在问你有没有问他，又没有关系。现在问题是你在打扰我啊！你看
我很累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求你，我先走了啊。追明哥哥，哎，不要跟着我，我求你，我真的好累了，求你了。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想问你，他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伯伯，你推这么多柴是要送进神侯府吗？对呀。哦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哎，推了几十年，早就习惯了。不如我帮你送进去吧。哎，神侯府不是9楼14，除了我，他们不让别人送柴进去的。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你孙女儿，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好心要帮我？因为我看到你就想起我爷爷，我爷爷以前也是这样送柴的，一想到他，我心里就好难过。看来你也是一片孝心。那你就让我帮你把柴送进去吧。这可不行，我担心他们不让你进府。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你孙女儿，不就行了吗？有没有人在啊？我是来送柴的，有人吗？来了。你谁啊？我是来送柴的呀。送柴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姚伯伯呢？姚伯伯是我爷爷，我是他孙女儿。你看他那么辛苦，所以我来帮他送柴。哦，行，那你直接往里走吧，到那就能看到柴房了。谢谢你啊。哇，原来神侯府这么大呀！不知道铁手哥哥的房间在哪？原来真的是你，你潜进了神侯府。我没有，你当神侯府是什么地方？我是来找朋友的。你知道神侯府外人是不能随便进来的吗？我是来找。你知道如果被人发现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能有多严重啊？这可不行！来人！别叫！我真的是来找铁手哥哥的。你要找铁手哥哥很简单，你乖乖在门外等他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遇到他，就是你们有缘分；遇不到，就证明没有缘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两个是朋友嘛，我们相识一场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嘛。我跟你不是很熟，请你尽快离开这里，否则铁手哥哥要见你呢，就要到天牢去了。走吧。这边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我没叫守卫们、神捕们来抓你，已经是万幸了，还说我没人情味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只是想进去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不要再装神扮鬼混进神侯府来。你过得了第1关，过不了第2关。还有，如果你下次遇到的人不是我，肯定会被抓到天牢里去，明白吗？喂，追命！你这个丫头啊，我本以为你是想帮我，原来你是在骗我呀！想混进神侯府去偷东西，你呀简直是异想天开呀！你我不是小偷，不是小偷，你混进神侯府干嘛？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哎呀，个臭丫头！你来的正好。什么事啊？那个非常爱慕你的女人，居然混进神侯府来了。你说依呀？除了这个脑袋不正常的女人，你还认识一个比她更不正常的女人吗？不会吧？她混进神侯府来干什么？那还用问？当然是见你啦。见我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想潜进你的房间。她潜进我房间干什么？应该是偷你的贴身物品吧。她真是胆大包天。那我岂不是很危险？我觉得她不是胆大包天，是色胆包天。我肯定她对你是肆意成狂，想你想得疯了，然后就想潜入你的房间。我看你还是多小心一点。我觉得她这里应该有点问题啊。我劝也劝过她，吓也吓过她，我现在拿她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幸好刚才是我抓到她，如果被其他捕快发现，她肯定已经在天牢了。这次真的谢谢你啊。不过这种事情最好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肯定啦，一个女的潜入了神侯府，又潜入了你的房间，又偷你的贴身物品，哇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跟她清清白白的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
我看你是不会懂了。不懂什么？自己慢慢就会懂了啊！哎，说明白。你要干嘛？我刚才看你在做梦，有点担心。你没事吧？你下去休息吧。哎，王爷，今天很准啊，百发百中。一会儿把它烧了。好。保护王爷！大胆，竟敢行刺王爷！我马兄饶不了你！狗奴才，闪开，要不然你的狗头也没了！大胆狂徒！你今天插翅难逃，说，为何要行刺本王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做了那么多恶事，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你，老天爷也会替我除了你。你差点扫了本王的兴，把他拿下！是。快，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是。这身打扮怎么这么眼熟？这是狼族的打扮。我不远万里赶到中原，就是要刺杀这狗王爷。这次没有成功，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，太可惜。给我仔细搜！是。到处搜搜，快去！在那边，给我追！是。撤！